今集我胡慧聰繼續同大家潮遊清邁。首先同大家去一間充滿地中海風情嘅酒店，欣賞浪漫迷人嘅景色。跟住再同大家參觀一間由創作人設計、充滿度假 feel 嘅酒店。佢哋嘅擺設極具風格，仲會走訪當地一位藝術工作者，佢嘅作品有性格更有型格。景色宜人嘅冰河餐廳，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里都嚟幫襯過啊！入面連泰式家具精品都有得賣，邊個夠佢揮？又帶大家去嘆下茶、食件餅，過返個休閒下午。到底鄧麗君生前都喜歡食嘅汽水湯河喺邊度？又有幾好食？潮玩潮食，今集胡慧聰同你一齊潮遊清邁。上一集同大家睇過一啲清邁嘅主題酒店，今集就帶大家睇下一啲有大自然風光嘅酒店啦。都市人生活忙碌，接觸大自然嘅機會又少，所以有親假期咧，有時都會中意去遊山玩水嘅。其中清邁就係一個幾多香港人首選嘅度假勝地啦。皆因清邁呢度嘅自然景色好有異國風情之餘咧，仲令好多中外遊客樂而忘返。今時今日嘅清邁咧，多咗好多全新嘅酒店啊！除咗啲5星酒店啊，同一啲所謂泰式蘭納時代酒店之外，仲多咗小型鋪貼酒店。好似呢間咧，望住一片田園景嘅咧，就係一間地中海式嘅酒店。你冇諗過喺清邁市裏邊都可以揾到一間地中海式嘅酒店啊！整個結構咧都係以個地中海國家嘅一啲主流嘅建築為主嘅，完全俾唔到你一種泰式嘅感覺。後邊見到一間獨立嘅西班牙屋咧，就係呢度嘅房間啦。前邊呢個就係小型嘅泳池咧，跟住後邊咧就係大堂，全部咧都係充滿呢個地中海式風情嘅。呢間酒店嘅地點咧就喺清邁市嘅郊區嚟嘅，咁好坦白講，方圓數百里咧都唔會有啲地方 shopping 啊，去買啲便利店嘅。咁對於啲遊客嚟講，有啲部分咧就係希望能夠選擇一個休閒嘅假期嘅。咁所以嚟親呢度嘅人咧，多數都唔係嗰啲血拼嘅人嚟嘅。咁喺呢度咧，休閒閒坐喺度游下水啊，欣賞下田景啊，咁兼且價錢比啲5星酒店嚟講咧，都仲係好平嘅添。呢間酒店最大特色就係好似建築喺一片綠洲之上，感覺同大自然好接近。好似喺佢嘅庭園中就擺放咗好多木製嘅座椅同吊椅，俾遊客可以坐喺度欣賞下出面一望無際嘅田園美景，呼吸下新鮮嘅空氣，身心都舒暢啲啊！呢間地中海式小酒店裏邊總共有30間房，每間房有少少唔同嘅。咁譬如呢一間咁先算咧，入去之前咧有個少少嘅呢個欄杆，當然咧跨過都可以嘅。咁作為一個遊客，梗係唔會咁做啦。好啦，然之後睇下裏邊嘅房間建設啦。喺入門口之前咧，大家見到左右兩旁咧都有個小型嘅座位俾大家坐喺度攤頭曬太陽、曬月光咁嘅。咁但係若然覺得喂地方淺窄喎，唔緊要，出面有個在田中央嘅靚位。所以地中海風情咧係參照翻意大利啊、西班牙啊、希臘等等國家嘅一啲建築，參考佢嘅所長嚟重新創作過嘅。咁譬如講緊呢度嘅一啲木家私啊、櫃啊，甚至窗簾布咧，都精心挑選同埋設計，你完全係 feel 到一種地中海嘅感覺，而 feel 唔到任何嘅泰式感覺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沖涼房嘅部分啦，呢邊咧就 shower room， 呢邊咧打開道門咧就係一個半露天式嘅浴缸啊。咁喺個田園風味之中沖涼咧，個感覺真係年齡性唔同嘅。不過小心蛇蟲鼠蟻。呢度嘅浴室可以望到出邊嘅田園樹木，伸下手都可以掂到啲樹，喺度沖涼，成個人都彷如俾大自然融化咗一樣。睡房外邊咧，亦都有位俾你攤頭嘅。咁而呢個睡房裏邊，你會見到咧，佢主色係白色嘅。咁你可能會覺得，呢啲油灰水油得咁差嘅，偷工減料一笪笪樣，呢啲唔係一笪笪，啲叫 style。正如出邊嘅牆壁咧，啲黃色咧，嗰個感覺咧係佢哋所謂嘅西班牙黃啊，呢啲就係佢嘅 style 啦咁。咁嗱，呢間房個價錢咧就係4000匹到啦咁樣。咁抵唔抵住咧就見仁見智。如果你真係有心去又 shopping 啊，又狂食啊，又買嘢嘅話，就唔好住呢度，因為價
較為遠少少。但係如果調翻轉咧，你係真係一心諗住好安心去休息啊，去 relax 嘅話，呢度咧係個幾好嘅選擇嚟嘅。連浴室裏邊都見到有玫瑰喺度，望住嚟沖涼，心情可能都會好啲嘅。房入邊嘅凳咧都採用咗歐陸嘅色彩，即係夠晒異國風情。剛才嗰間房就要4000匹啦，咁呢間較為細少少咧就3000匹啫。咁有2張床啦，咁裏邊咧個沖涼缸就簡單啲啦，就係咧呢個室內嘅，就唔驚蛇蟲鼠蟻。但係一樣咧都係呢個地中海風情。值得一提咧，就每間房咧都係朵花畫喺度嘅，咁每朵花咧都係唔同 style 嘅。為咗體驗地中海情調，房內嘅佈置擺設好似木製嘅梳妝台啦。牆上嘅巨型玫瑰花印啦，甚至乎純白色嘅浴室咧，都充滿咗歐陸式嘅味道。想住得再豪啲咩？嗱，呢度仲有啲 villa 俾大家選擇嘅，譬如呢一個咧就係 2 bedroom， 咁如果2 pair 朋友嚟咧就啱啱好啦。呢個2 bedroom 嘅間隔夠晒闊落。裝飾佈置亦同之前所介紹嘅一樣，設備齊全，有埋獨立嘅廁所，2 pair 朋友一齊住埋同一間屋，打開房門就可以齊齊玩，唔使周圍走咁麻煩啦，玩天光都唔怕悶啦。去第2間房之前呢，中間就有個小廚房，前邊有個所謂嘅客廳位俾大家食飯。呢度就係主人房啦，主人房之內咧有個希臘式嘅座位俾你坐喺度睇電視啊。小型嘅客廳有梳化、電視，而主人房就一張雙人大床。咁大張床，點碌都唔驚跌落地啦。另外，仲有獨立嘅衣帽間同廁所，情侶們嚟住呢間房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值得一提咧，就譬如啲燈啊、啲鏡框咁啦，全部都係歐洲色彩嘅。咁樣嘅 style 咧，喺曼谷嘅酒店裏邊咧，都好少揾得到。雖然係地中海式嘅酒店啦，但喺泰國呢度點都要有翻泰國特色嘅，係咩咧？咪泰式嘅按摩同埋 SPA 咯。咁呢度咧就叫 SPA Centre 啊。咁地方唔算大，但係總算樣樣有啲。好似呢度呢間房啦，人客就可以喺呢度做呢個泰式按摩啦。嗰度咧就有間房有沖涼缸嘅添。喺呢間房之上啊，可以做呢個泰式嘅按摩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做呢個 body scrub， 之後沖翻個涼咁。設備咧似乎咧就唔及得啲星級酒店嘅，咁但係總算啊，人客住喺呢度都可以做個按摩咁話。除咗有室內嘅 body treatment 之外，佢哋更加有戶外嘅沐足同腳底按摩。你可以坐喺庭園之中，一邊做腳底按摩，一邊欣賞戶外嘅自然景色。佢哋嘅專業技師會根據腳底穴位嘅分佈，因應你嘅反應而幫你推按，令你做完之後成個人都輕鬆晒。之後落田園行多2步都唔怕啦。睇住酒店外邊美景如畫嘅自然風光，即係少少覺得自己去咗世外桃源一樣。面對咁清幽宜人嘅景色，我哋香港人都應該學習下放低壓力、放低工作，以一個平常心去享受下生活啊！胡慧聰中意泰國，所以就離開香港搬嚟泰國住。我係一個俗世人，所以咧就中意住喺曼谷。但係對於一啲曼谷人嚟講，其實曼谷真係一個幾俗氣嘅地方啊！例如一對從事廣告創作嘅夫婦啦，佢第一次嚟咗清邁之後咧，就發覺哇，有一個世外桃源非常理想嘅地方，結果咧就放低佢哋嘅工作嚟呢度起咗一間與世無爭嘅 resort。呢間酒店嘅名若有意思嘅，就係以山同墓作為驕傲啦。所謂山同墓，原來山同墓咧都係呢間酒店老闆個仔同女嘅名嚟嘅。酒店起喺一個小山崗之上。四周綠樹環繞，草木茂盛，有時朝頭早起身，仲會見到好大霧添。遊客住喺度，感覺自己同大自然相當親近，就好似去咗世外桃源一樣。
作為廣告創作公司要員嘅兩夫妻咧，咁佢哋將佢哋嘅意念啊，同埋嘅經驗，甚至乎佢哋嘅品味咧，就擺咗喺呢間 resort 裏邊。咁好坦白講，呢間 resort 咧，